111年教育部反毒教育特展3号下午伫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来举办开幕式，包括市长黄伟哲、教育部学务特教署署长吴林辉、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副董事长王卓君，以及台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拢到场出席，为展览来揭幕。坏人不会在身上写两个字坏人，毒品也不会在上面写两个字叫毒品。尤其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随着时间的演进，许多毒品的包装就跟我们生活日常用品差不多，不管是咖啡包，不管是糖果，不管是其他的方式，它都会伪装得很好。因此呢，我们借着这个展览，非常感谢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也非常感谢台南地检署，要感谢我们教育部我们许许多多的长官不管是军训处或者是我们特教师能够对于学务特教师能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支持，能够把它带给我们中南部的学校。那也很感谢我们学校各位学校的校长，大家能够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更加重视。我们用一个不教条不照本宣科的方式，更生动活泼的方式，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同学能够接受。首先，我要先感谢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成立之后，对于反毒教育一直不遗余力思考如何用互动的科技，让学生有更深刻的感受，更生动活泼的方式，让青少年来重视关心这个议题。而且这一次展毒特展不一样跟前一波的展览内容不一样，几乎是全部重新设计的这个展览选择了5个真实的个案从他们尝试着接触毒品到成瘾，到最后戒治的过程，在展览当中很深刻的体现出他的痛苦，以及他的家庭所遭遇到的折磨、挫折，以及在戒治的过程当中的那个辛苦的过程那我想很棒的是，他利用互动的科技，让你身临其境。这届特展不只维持过去的科技互动加情境的体验，另外嘛首次以实景解密的模式，规划各展区的内容。参观的民众会用透过记忆植物的角色，了解毒品对人的诱惑、沉沦加失控，以及新生加解瘾的5道关卡。在开幕式嘛邀请各高中的太鼓、武术加热舞的表演，借此培养青少年正常的休闲活动，避免毒品的危害。这场的反毒教育特展将从今日起一直展到4月2日，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